后来继续来看美国政府，伫美东时间10月2日已经批准要甲3项的武器卖予台湾，拢总爱新台票540亿。这个总统府甲外交部拢伫第一时间发表声明，感谢美国有照约束来行，帮助咱国强化自我的防卫力。另外，国防部长严德发讲，咱袂甲中国来进行军备的竞赛，而且感谢美国对台海安全的重视。 为了强大汽车飞弹，只要一粒就会使拍沉一台军舰，对抗作战是一大助力。美国国务院昨宣布批准卖台湾3项武器，包括海马式导攻火箭系统，配合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的系统，防御范围会使到中国的东南沿海，也佫有陆攻飞弹配合 F-16新式的侦照设备，会使提升情报侦索的能力。3项先进的武器总金额是18亿1100万的美金，加算成的新台票是540亿。 They've made promises, they've made commitments to the world. We've seen them break them just about everywhere. As for Taiwan, our policy hasn't changed.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choose to honor its commitments as well. 美国批评中国讲话无算话，因为较早中国捌讲过，未将南海军事化，掩过今晚。中国国家为台西岸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防空基地，已经有空域，我们打起立即违反公理。 10月份，空军上少用放伞方式赶走中共的军机53摆。中国安尼愈来愈好看，和这摆军售案受到重视。我想我们不跟中共做军备竞赛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企图。哦，主要是能够维护我们台海跟区域和平的稳定。 总统府嘛，伫今日就发表声明，讲美国履行承诺，帮助咱国强化自我的防卫力。台湾嘛，伫保护台海以及区域和平稳定上继续拍拼。